后来，过来是正大消息，来看国民党今仔日来召开着中常会，举办党主席的交接典礼。朱立伦正式来接党主席。朱立伦讲，未来有真侪议题，拢会甲少年人徛做伙。国民党即摆是全力投入，要来罢免掉台中市的立委陈柏惟。10月23就要投票，民进党来上新的民调，同意罢免的民众有19%，离这个罢免通过标准敢若差6%。力挺陈柏惟，留下优秀立委。6月台中市议员遭反恶霸大联盟要声援台湾执政立委陈柏惟，因为民进党内民调显示，选区内底同意罢免的民众有19%，离罢免通过敢若差6%。民调的数字像股市的技术分析啊，朱立伦那一天来讲到30，有被人家发现数字不真实，你也没有看到他出来道歉，那这样子的政党对台湾真的是有帮助的吗？面对罢免，陈柏惟刷落来安怎处理？陈柏惟嘛，甲伊大炮的个性改掉，表示当支持反对这的批评。不过国民党根本无想要爱伊改变。我认为没有冷热的问题哦，只有能不能改变的问题。他没有想要我们怎么样修正自己的路线，他只是想要把你拉下来而已。那我想民众都会看得出来，哪些人是过客啊，哪些人是耕耘者。最近国会评鉴拿到0颗星的，就是陈柏惟。不但是0颗星，而且是0提案、0通过，这个30立委。国民党新任党主席朱立伦和前党主席江启臣，还有前立委颜宽恒，拢真积极投入罢免陈柏惟的案件，另也嘛启动资源应战。离10月23投票剩无20天，闹热伫台中第2选区对决嘛愈来愈激烈。